喂，各位焦慮星人，今日我要同大家拆解一本足以令你由抑鬱底變返清醒型嘅神書《失控的焦慮世代》The Anxious Generation。如果你覺得自己每日好似俾部電話綁架咗，或者見到而家啲細路，甚至你自己越嚟越唔開心，越嚟越頹，越嚟越多焦慮，咁呢篇嘢你一定要睇到尾。為咗大家個腦唔好過載，我會用最精煉、最到肉嘅方式，分幾個大章節同大家逐層剝開呢場席捲全球嘅心理災難。我哋到底係咪病咗呢？你有冇試過明明冇咩大件事，但個心總係凝住，或者係見到 IG Threads 上面啲人生活得咁精彩，自己就突然覺得好廢。作者 Jonathan Haidt 話俾大家聽，呢啲唔係你嘅錯，係成個時代嘅錯。佢直言，我哋正處於一場歷史性嘅青少年心理健康崩潰。由2010年代初開始，全球特別係發達城市，好似香港咁嘅焦慮、抑鬱率係咁升，好似坐火箭咁。點解？因為我哋經歷咗一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嘅實驗，我哋將以遊戲為基礎嘅童年 （play-based childhood） 夾硬轉化做以手機為基礎嘅童年 （phone-based childhood）。第一章。手機係焦慮神器定係毒品？大家諗返起2010年左右發生咗咩事 ？iPhone 4出咗，前置鏡頭好咗，社交媒體 App 遍地開花。社交媒體一場24小時嘅選美比賽。以前返學俾人蝦，返到屋企閂埋門，仲可以係避風港。而家欺凌係隨身攜帶，加上 IG 嗰種最靚一面嘅文化，令到女仔特別容易陷入容貌焦慮。你以為你睇緊相，其實你個腦係做緊 N 次方嘅比較，而個結果永遠係你自己輸。演算法、數碼鴉片。呢啲 app 嘅背後係成千上萬個最聰明嘅工程師，用緊最頂尖嘅心理學去研究點樣令你撳落去。每一下 pull to refresh 就係一次多巴胺賭博。我哋嘅專注力被切成一碎碎片，變咗碎片化大腦。被剝奪嘅現實經驗。作者提出一個好震撼嘅觀點：手機最邪惡嘅地方唔係佢入面有咩，而係佢取代咗咩？佢取代咗你同朋友對望傾偈嘅時間，佢取代咗你去街場打波、去探險嘅時間，佢取代咗你寶貴嘅睡眠。第二章，過度保護嘅雙刃劍。呢部分我睇到真係心都寒晒。作者話我哋呢代家長或者我哋嘅父母犯咗個好奇怪嘅錯誤。喺現實世界我哋過度保護，喺虛擬世界我哋毫不設防。現實嘅溫室效應，而家啲細路想落街買支水，自己搭巴士，家長都驚到好似會俾人拐走咁。我哋剝奪咗細路冒險嘅機會。重點，人類嘅大腦係需要透過小失敗同小風險嚟成長嘅。如果你從來未跌過跤，你根本唔知點樣起反身。虛擬嘅森林法則，但係好諷刺喎，我哋會俾一個10歲嘅細路喺房入面無限制咁玩手機，嗰度有色情、有暴力、有網暴、有演算法嘅陷阱。呢種行為等於係將個細路掟入一個滿布猛獸嘅森林，然後同佢講加油呀，保護好自己。第三章，男女焦慮大不同。書入面好詳細咁分開咗男仔同女仔嘅崩壞模式，大家可以對號入座。範疇：女仔 girls， 男仔 boys。主戰場：社交媒體 IG、TikTok。虛擬世界 video games、porn。心理傷害：容貌焦慮、被排擠、社交比較、退縮、逃避現實、失去野心。表現方式：內化、焦慮、抑鬱、自殘、撤退、出社會、唔返學、唔拍拖。女仔係因為太在乎社交關係而受傷，而男仔係因為喺現實世界揩唔到成就感，轉向咗容易獲得廉價多巴胺嘅遊戲同色情片，最後變咗廢青。第4章，
我哋可以點樣自救？實戰篇，作者唔係單純叫你戒手機咁老土，佢提出咗4個非常具體、極具建設性嘅建議。呢啲建議唔單止係俾家長睇，我哋成年人一樣受用。1、2，中學之前唔好有智能電話，俾部老人機佢哋可以聯絡就得。2、16歲之前唔好玩社交媒體，呢個年齡之前個腦仲發育緊，根本唔具備比喻演算法攻擊嘅能力。3、無手機學校 Phone Free Schools， 返學就應該同人交流，唔係匿埋喺廁所玩手機。4、增加現實世界嘅自由，俾啲細路去玩、去冒險、去感受真實嘅挫折。總結，揾返人嘅味道。睇完呢本書，我最大嘅感觸係，我哋都係人類，唔係數據。我哋嘅進化過程用咗幾百萬年，係設計嚟同人面對面接觸、流汗、爭吵、和好。而家呢短短10幾年嘅屏幕生活，根本係對人類本性嘅一種霸凌。各位讀者，如果你覺得好焦慮，試下聽作者話，熄咗啲無謂嘅 notification， 每日默1小時，徹底唔睇電話，去見一個真人，握下手，食餐飯。呢本書唔係要我哋變翻原始人，係要我哋做翻部電話嘅主人，而唔係做佢嘅奴隸。互動時間，你覺得而家嘅手機文化對你影響最大係咩？係失眠定係同人溝通難咗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一齊研究點樣喺呢個失控嘅世代揾翻自己。中意呢類心思文嘅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嗰個成日玩電話嘅朋友睇。